Hello，大家好，又係我 Joyce 啊！今日同大家參觀一個簡潔好舒服嘅兩房單位。事不宜遲，出發地睇呢個單位。中心一間非常之簡潔舒服嘅兩房單位。我哋而家客飯廳啦，四四方方，非常之簡潔舒服。咁一廳望出去呢，係大單邊，望到自己屋苑泳池啦，仲望得好遠，個景觀非常之舒服，望到去迎海嗰邊㗎。大家都見到啦，全屋裝修非常之簡約舒服，浴室非常之寬敞，裝修仲 keep 得好新淨添。兩間睡房呢 size 差唔多嘅，嗱咁呢間呢就放咗個大衣櫃啦，望出去景觀呢，望到去市中心嘅海景，因為樓層都夠高啊，穿過晒海淀居嗰邊。廚房做咗個半截門，慳咗好多位，裝修都係 keep 得好新淨。大家睇到單位啦，覺得點樣呢？歡迎隨時留言話我知啊！如果想睇樓或者需要任何樓盤心水推介，隨時聯絡我 Joyce 喎。期待下次同大家一齊睇樓，大家記得 CLS 我 channel 啦。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